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富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呢，Rita 喺節目當中，我撈大家強下來再次認識福岡呢隻素菜。講到福岡，因為想到乜嘅，要推動嘅福岡五個，今日未講咧，還有哦，啲呢土種苗，啲土人最南邊係讓妹嘅福岡。福岡菜頭，大家可能聽過，可能未去過。不過啊，福岡呢種素菜，喺2020年因為一群菜地後生人，冇是轉到家鄉嘅後生人來做地方嘅特殊嘅發展，所以本福岡呢種素菜有全新嘅風貌，非常嘅聲音，每本人非常感動。你實實來分享今本日嘅來賓係夫婦小三公嘅處長專員莊博順，喺節目當中為咗大家分享。歡迎博順 ，Hello， 博順你好。好，大家好，我係夫婦小三公嘅莊博順。當歡迎來到客家電視台，讓大家見面。哇，歡迎博順，博順當後生誒，嚇22歲。22歲。不過轉到家鄉，從細地央美台係冇？係從細讀央美台。是個北漂也南漂過冇？哦，台南讀書。哦，喺台南讀書哦。金光台有讀書。哦，後來你下變咗處長人員，處長嘅專員。唐來是啲哦，你是係啲你嘅樣貌嚇，是啲咧，但為咗大家分享你家鄉嘅美好，錯冇？錯。好，大家談到了夫婦小三公，我知道你兩名當地印象呢，你講福岡，你夫婦小三公，兩名係用乜來嘅？哦，講到了夫婦小三公，其實當生字啦。一條白福岡按到白公公嘛。白公公係。白公公嘅時節，其實當目前才聽呢。到目前，假使這幾條菜天之上，係咩老白公公叫做福岡？哦，是東要討論。哦，當時越來越有錢。幾時講誒怪富？你是富有嘅富。富有嘅富，係你個夫婦，希望菜天呢叫做意象夫婦。小三公嘅意思就按照條白嘅白公公，還有咧提醒係推提，然後佢結下強下按照夫婦小三公。當生詞，所以福岡嘅前時基本唔係名按到白公公啦。嗰白公公咁係嗰菜地要當到白公，又係講呢一隻地方是有一隻當特殊嘅白公地咧。應該係講條白嘅福岡嘅火車條後邊有個夾板年嘅苗種苗嘅沙班白公。哦，呢一當特殊啊，呢一上係古蹟咧。係古蹟咧。係。咁我到呢下，因為火車條戲咧冇明白，使到呢因到有一個台江條白公，所以呢下菜地就都該要擺。哦，係啱嘅哦，所以白公公嘅原來正式有一隻百年嘅白公。後來你改名，希望講菜地嘅見面，大家生活見來見好，是按照福岡。咁夫婦小三公呢是結合啱嘅意象嗬，本大家要做姊妹咪好，韓國要種亮點，本大家一堂是記得。哦，還那補充一點，就係你有下樓蓋物啦，你是誰找下空間，那是講你誰嘅地方按照小三公。啊，本大家叫小基地，咁嘅感覺，本大家做得強下來哦。所以今日講到呢，睇白按到白公公，因為咧插頭後背正少咧百年嘅白公，所以佢嘅白公啊，韓國所謂嘅鐵土嘅文化係福岡嘅特色，錯冇？所以呢度咧天朝我咧看鐵路文化。哦，呢鐵記錄。點都係設計啊，規則法同當中有乜嘅特殊嘅特色嗎？哦，你先講到，你鐵路其實係喺1929年跟日本衰退，起咗火車條嘛。起咗火車條？哦，嗰時就係起火車條。係。嗰時係就係講係8年前嘅衝發器啊，火車條嘅衝發器，呢個先會咁講。哦，所以你係當做以前幾個歷史，保留下來，咁經有乜嘅變遷冇？變遷到了下，留下來嘅台地，條白鐵路當，其實當到拆地，你下留下來有鐵路倉庫，條白勞動建，還講條白你下台北曬下來嘅鐵路火車醫院都福岡，裝火車嘅。哇，火車醫院呢，咁係咪要當到嘅所謂嘅鐵路咪，會去到呢會翕相錯嗎？當回來。哇，當回來啊！所以呢一會變成福岡。當有特色嘅素菜咯。你沒有看過123個嘅機場？哦，一下是嫩嘅，保養。係啊。所以你就停起咗機盤了嚟咧，討論啊、解說啊，本大家可能都會認識福岡呢一種素菜哦。所以福岡呢一帶會很有鐵土文化嘅特色嗬。香港而家講到呢係有火車嘅維修醫院。錯。
讲火柴嘅语言是错咧，但我咧系全台湾最大嘅火柴语言咧。错，旁村还有一件全台应该做得全亚洲啊，最当唯一一件嘅大个火柴跳嘅8公秒嘛。哦，所以咧最大嘅火柴语言，顺红还有全台湾、全亚洲，可能咪系全世界哈。是但强福讲了大围入嘅大地差上地度嘅8公。错。哎，很奇怪哈，按天数用冇有8公大地差上地度，真是系地位相同嘅差上。应该系讲跳摆甲是只伊个动身前的事情，甲只8公本来系天啦，甲冲发器，你一个攞去晒出来，佢什么地方大？哦，本来一土地进修，10個來規劃，所以8公欠晒咗咧。咁8公係大哪位？冇地方好大。哦，冇地方好大。但是要晒下來嘅時節，是發生當嘅事情。但你救護車落去。嚇，真是咧哦！因為8公嗰時節冇那叫暗號嘛，要大型機嘅事冇處理哦。所以提供冇品質。冇品質錯咧。嗰時節拄好伊早插上叫我飛體咧。開始就問8公，做底用了炸上做底不能起苗麼？佢就講做底。哦，真是係用嘅，開始起咧。你講嗰個機器就冇得起苗啦，佢是用插上來做苗。哦，你講變性公家嘅土地，咪冇法度起苗咧？是用插上。是用插上，電到變性體色。可能8公會笑講，哎呦，按以後吼，你時間內是讓人炸咧，8公上好啦。係啊。所以你當神奇呢哈，所以按做下來，本日看到講。有看到柴鐵嘅鐵色，有鐵記錄，韓國柴鐵8公，有民間嘅信仰，所以柴鐵嘅人談落係當團結嚟。當團結。客家人當團結。咁自家搶世大地讓妹哈，對讓妹呢地土地哈，有男票去讀書，做埋會轉來呢？你那是到台南嘅清新到你福岡呢邊遇到窮用，佢還蠻嘅生活，咩路街路夫，你咪按做啲講。動親切啦，像我們農人家就在地，這個佢老關心你，有啲和尚都喺度做埋事，當有感情啊，當溫暖，當有溫土嘅人，當有溫土，所以本意知道講，我未去轉到家鄉，係咪做啲事情做得到？哇，感動呢！所以人家講到羅浮嗬，所以呢度是有一隻機體，頭嚟隻羅浮，真是羅浮個，嗬，聽講咧本嗬當橋了，根本冇法度大咧，咁講呢度。改草機，本機煥然一新。講到咧，其實當生氣啦，嗰時節應該係講2020年7年嘅時節，嗰時節之前，你都該應該重新記體啦。佢哋係咩都福岡後山呢，有一個空間做掉事情，做掉計劃來討論。嗰時節請來請去，想來想去，說係咩請一隻老夫還有意思，冇請一半空間性格就冇意思嘛。但是開始嗰兩個人是一件問拜託，問兩個老人阿爸阿妹，兩朋友嘛個屋冇大咧，做啲本有3年來經歷麼？問兩個人問唔到。真是啦，你都一件問啊，問唔到啊。問唔到。咁後來用咪簽到厲害嘅機體咧？報名就拜託柴田呢，依個新一條新店，大概挑家用，攞去掃街，依個阿爸妹，佢哋阿冇帶了到來。其實我談下本嘅，阿爸妹，你有掉後3年講嘅做了事情，怎麼來到你的屋經歷？其實過了一款是答應哦。啱是答應咧。跟我因為那個經歷當好。哦，阿爸妹今年幾大咧？嗬，自家上去經歷咪冇法。72歲。72歲，所以你都攞去經歷哩，聽講未當好嗬，攞去到經歷，韓國幾時嗬？好，咁唔是6歲，你兩個經歷哩，咁樣嘅。哦，你咪係記起後生嘅一種方式咧。韓國你下看到你圖像，哇！嗰幅相看來，真嘅冇法度大咧。真冇法度大。唔係橋梁問題，你係當到係流水啊、邋遢啊，該拿全部摸好咧，該是啲。全部摸好咧，所以全部經歷，咁你都要按有錢咯，用按有嘅時間、按有嘅錢財來經歷，聽講係用一種。義工志工嘅方式來落去做。頭先你聽咗係冇錢嘛？你想冇錢有冇錢嘅方式來做事？你想係咩發起咋？勞務處長講嘅法通，請柴田嘅人講，你嘅幾條搶制度台，先發提供發起了再法通，從幾條來經歷。從經歷這個係家人。其他家人，還有請家條對勞務界
有兴趣的人，去到来全部来填修，差不多有300人噻。哇，冇简单！你做的一下子抽到安多啥，号召力很强，大家人尽力，尽力去救尽力好。你差不多有2个月。哦，因为你系太工厂啊，厂公是夹叉，你叉系太叉，你废弃物吼，按尽力你要办走，所以冇简单。都唔简单，都唔好尽力，都唔好尽力哦。所以唐博士按介绍师弟吼，佢都当有心上来做呢件事情。等家下呢，你技术来了解，要做一只空间，要做载体嘅重生，要翻嚟都係先天呢。大家聊一下技術，到陣來呼吸來咧。大家做到呼吸來的節目，Rita 今每日喺節目當中邀請大家共下來到讓每個福岡來認識夫婦小三公了載體重生嘅團隊哦，我知道佢都非常嘅用心。家下呢邀請呢出站嘅專員博順來到大家紹介，撒下來你來認識你係出店嘅品牌，你係木匠哦，當貼片用竹子來做嘅哦，所以你來紹介了非洲木匠嘅。頭家喺節目當中來分享，你係劉聰貝分享頭家。大家好，我係劉聰貝，我係非洲人即係負責人，你啊當歡迎來到你啊，老大家分享一下。係，呢個公司人也講佢6000種的。好。今日當歡迎哦，你有品牌。係出店嘅專門嘅品牌吼，我想呢啲嘅養分聽出嚟都冇簡單。家下講咧用竹子做木匠，大家需要一門學。乜解？竹子做得變東西，做得做電腦啊，做得做當到東西。唔過用做得做木匠咯，用可能呢先來讓大家紹介一下好冇？好。我除咗我轉來後到台北轉來，到新竹做事，做得到我嘅運動。常常木鏡會掉下來，我就話梗有冇個辦法來磨咧，讓佢唔會掉下來。然後我知道我隨時都該木架後邊要該竹林，我就要竹林做事，要做下做看看好冇？做下，做得咧，唔會驚水，係要當熟，都自然，係容易啦。我就講來做看看。使用做，我要戴眼鏡，我總唔戴個隱形眼鏡。古時要戴木匠卡呢片，使用解決自己嘅問題啊。本睇下看一下，你下戴個聽錯出係你自家做嘅，錯嗎？你自家嘅品牌，你自家手工做嘅哦。我自家做，自家用個轉來自家學啊。因為我媽講用唔依人講學，我講我冇講弄人都係做咧啊。我自己做2年按用，然後先研究慢慢做，然後加工，然後做到按用來。你意思係講你冇同先生學，你完全自家做嘅拿來。你看一般嘅木匠用嘅做，你就按你小嘅型誒，用嘅較鬆鬆，怎麼樣比較舒適，你就按用嘅做。對啊。你真係真係無師自通誒。算啦。哦。當到個加工就來，我們唔會木啊，木係堂哥，讓我們木那些，讓我們讓機器會做得按用切，佢講按用，一步一步來啦，係啊。係你要按你天天嚟來，自家摸索6年嘅時間。讓做到按用嘅。你當好前輩會係好嘛嘅？電腦工程師啊。電腦工程師按你算來你懂跨界呢？係啊。你可能按你也算係個手工藝嘅師傅誒。好，本對點天咯，也下真經係愛通俗來做東西。心情用誒。我始終係前到我一生人愛做嘅事情咧，所以我當歡喜當好，慢慢做我哋唔驚佢慢，我所以做久時候咧。
哎呦，一生嘅职业，躺起来用按感通，饮料上用按强咯，幸福啦。做来按动快乐哈。好，第一个哈，一下投入做嘅物件，做来顺来啊，有环保有利偏哈，個咩聽你一下所謂嘅永續發展安尼嘅議題哈，咩做出嘅興趣哈。比對等天咯，嗬，可能對等做嘅嗬，個健康啲嘅係冇。係啦，啱講嘛。我要自家嘅東西嗬，韓國睇家啲嗬，喺台灣嘅手工藝嘅大師，咩係國寶嘅大師嗬，戴亞魯先生，戴亞魯先生，哇，佢真嘅係喺台灣嘅寶，咩係啲人也用來提起係嘛？係做佢做東久嘅，我係去富岡當地基嘅。我頭擺都該先附幾號做我自己事，然後你阿擺喺該夫婦小三江嘅創辦人，俾佢來找我請我，講哦佢都該有個創新基地，然後我講哦係安樣嘅咯，我攞看一下哦好我來聽秀，我終於我喺故鄉聽秀一下，然後佢做看有冇該都幫忙，然後看到大學老師哇，變咗做研究嘅哦，咁厲害咗嘛？係啊，然後看幾個東西，然後。冇嗰件事望完，可以留佢接下來做啊！有好少人講愛接安尼傳統嘅手工藝哦，愛發動好時間。韓國佢頭擺嘅日常用品嘅添加，就講下上面嘅添加。如果也用藝術品嘅添加，唔知佢嘅收入啊樣，可能有啲好少人冇講真正去接觸係嘛？係啊，你係是講借由個地方計劃、青年節計劃，我哋攞佢數位傳承。用電腦建模啊，用影像啊，用文件來去做，是期望啊，永遠做下去，然後並動到不同的元素到裡面，然後看有冇個新的可能冇。唔好被團體啦，安尼聽大眾嘅。工作。係啊，安尼看來唔似係幾接班嘅人咧。有冇有安尼嘅心情冇？有期望冇？我咩知道我並。冇強嘅東西變落去，佢就讓我有冇強龍嘅發展，有新嘅生命啦。也就當初唔講嘛，創新機體強用，創造新嘅生命，唔過留佢嘅傳統嘅精華嘅地度，佢講嘅東西做唔得挑剔，一個也係一種客家人嘅精神，攞佢傳承下去。唔過後生人嘅想法嗬，有創意啊，有新意啊，就會生出冇強用嘅東西，就會安尼啊嗬。故所呢，戴亞魯先生嗬，佢就非常嘅佩服佢，聽講 TPFV 佢打造一個屬於佢嘅畢業展覽，安尼感覺係冇？錯啊，因為當然來佢唔肯記，我知道最美咧，我本佢嘅職人嘅尊敬啊，然後就像該打棒球嘅退休到榮退會，我知道媽我本佢就榮退會，然後就是辦一個榮退會本佢，該底下都夫婦小三間做展覽，係啊，底下來做了看到都新一嘢安樣嘅。哦，古所做咗你看到戴亞魯先生嘅作品，好冇？錯，本大家來感受一下哈，嘅所有嘅東西全部佢手工哈，天天嘅動用心來完成嘅，也就係人講手做的，每個東西就係限量嘅、唯一嘅，因為大家東西佢嘅形態可能都會有些冇共樣嘛，完全係純手工嘅，同樣木匠共樣咩？錯，古所有種獨有嘅感覺，好本大家來感受哈。好講到好做安尼嘅計劃哈，也還有一個辦公米嘅計劃，也係乜嘢東西啊？談起來當神奇。誒，是我寫喺老客委會客家會寫一本聲言來講客家話，係我哋好似辦個老屋廣告，然後一重辦，你下我是我用慢當客家話變成氣，本身又來看，哦，你當好教，安樣嘅，是做點我哋知道。有趣味嘅東西，係有趣味，然做本客嘅聲音有傳承，人哋會像我哋也是講唔好，我就知道有個環境，我明明是做個老屋個安樣，大家是講客，還是唔可以講，我就喊，因為我即唔係我阿婆死的之後，我是冇講咧，還是東久冇講咧，你還是專業和我爸和我妹嘅人嚟講。
好，当好。3年讲下样。同博顺讲啊，佢講當唱劇咧。伊咪哦，當咧當溜哦，吼。古說你安尼天天，你做迄幾多年呢？我做依家。係做嘢勞務啊，做安尼嘅創新。2年啦，每2年。好啦，爭2年啊，而家做一成年，嗬，20年以後溜棍嗬。做得。係啊，冇問題嗬。韓國家講到嗬呀，手工藝嗬，用竹編安尼東西。夫婦小三講嗬，還有咧沖發錯嗎？錯。好，石頭先咧地係啊。揾個嘅。係，從安用嘅係啊。係從安用。所以呢啲係用辦嘢來運用。呢種創發嘅東西。係。哦，你講做嘅創發嗎？係啊，做嘅創發。我解釋這是係，你有想到大師傅了2年，其實差唔多真個退休，而且該當落來嘅時節。係。你就想，柴鐵老屋係咪有到做嘅東西？哦。你這個做嘅做嘅窗、做嘅門，還有做嘅架，來變落來。很特別嘅記得要計埋門簾啊。係。係，是係 cam 啲階大部，要做得封門啊、屋檐啊，韓國要很通透氣。佢做得開門嘅，當時你師傅看下圖，你圖幾時會做？哇！幾時都要做。你講日本嘅圖，佢完全是自家做得曉得做，因為佢做很多年嚟嗬。實在當佩服，所以所有朋友你上來看到，按新奇、按有溫度、按手工嘅東西，是從呢啲圖上看到，實在非常正。一當要介仲係所謂人講係咩風味嘛，日本嘅咧仲係蠶豆啊，又係幾隻插頭等等。你台灣未有按這樣嘅東西，大家聽錯去看。呢一係戴亞魯先生嘅作品。錯。所以你都要撈用埋富工提起，呢啲柴鐵蘿蔔全部做一隻改草係嗎？哦，應該你是改一件點點。哦，是先嚟改草一件。你改些係咋想法？你先發係咋兩隻法筒，書法本柴鐵應該。那一定要學上你做嘅經歷，你一定要柴鐵你咪做得經你自家路。好像做一隻馬道本機款。後邊講你好，你咪做得切款咯，咪做得用要反駁，要做得創新。傳統手工嘢東西，本機件傳揚下去。唔係看到羅浮水插鐵啦，羅浮當之後冇插鐵㗎嘛？係啊，所以你嘅先天是講這樣嘅東西，好嘅東西，要經典嘅東西，好好嚟去保留下來。等個下道將來，你繼續來談幾多分享夫婦小三公有懂得精彩故事哦。所有朋友真係歡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呢強下來言是用來富工了咗素材，韓國夫婦小三公，當地影響動入法律動用業，請個重新推出嗬。以下呢 Rita 是用問題來請教今日兩位來賓，一個呢係出任專員，保順韓國呢你係你做木匠嘅你挑架嗬，創貝啊嗬，請問兩個嗬，你今日吼是盡量不用輕鬆吼，盡量用客家話來點你都有想講嘅哈。請問我用3隻形容詞來形容夫婦小三公，你們用辦形容？博順你先來講。好。3隻形容詞。當有溫度。溫度。有聲音。有聲音。還有個羅浮。羅浮，哇，200分，我知道你當好有溫度誒。很強冷吼，係嗎？強冷我少暖嘛。少暖。該沖灰呢？沖杯呢？我知道係人當冇強弱，老家當好，要食，要冇強弱嘅食，咁就轉來。冇強弱嘅食題係嘛？做得轉來教，幫大家來教，係來夫婦小剛來教。來教，你講佢哋係人來教係嘛？係來教，然後當然還有文化啦。冇強用嘅人做得來教，冇強嘅文化。係發覺可能嗬，工程師講嘅冇強，因為佢本本嘅寫條就講對天咯。強用嘅寫條，你看冇強用嘅人，冇強嘅寫條好教，嗰有文化，有文土，哇，係真嘅喎嗬。好，請問來到福岡嗬，而是夫婦小三公參加工作坊，而呢下韓國學東西啊，都需要，因為個鐵世界美食推薦一項好冇？哦，
菜题呢是到係客家烏豬肉嘅料理。烏豬肉啊？烏豬肉係咯。哎呦，嘛介是好寫字好誒。係。咁咪熟豬嘅係啊？菜題係烏豬啊，客家人是烏豬肉。哎呦。下香下甜。我上以前經當客家，俺後生人客家當早啊。誒，從邊呢？你係乜嘅？板條，東紅雪，跟老新鋪嘅板條冇共。有乜嘢？那許多用啲辣椒，愛用雪，還是啊許多東紅雪，愛東烤雪。果然還是去板條。係咩啊？你認真嘅客家嘅咩？係咩東康板條呢？哎呦，我下一擺去聽出我來吃看啦。好，再來哈，請問哈，你進到故鄉以後，知道最快樂沒有最後悔嘅事情係乜嘅？最快樂咪最後悔嘅事情有嗎？最快樂咩事情？最快樂是大家共下做些嘅世界。啊，該其實最艱苦最判法當嘅事。哦，所以你好讓你窮下。係窮下。係，你係好問題。要判啊。要判哈，該要買當後悔，就當困難嘅事情。那是到頭先講到用上經驗嘅東西啦，係講都唔好做，有時候因為長期留在呢一片，其實都唔簡單。來來去去都多啦。好，來來去，最簡單嘅係講，最重要係講你要落實嘛，係要賺錢麼？你要生活下去麼？好，所以屋卡咪講埋麼？做乜抬頭路？係種咩抬頭㗎？對你未笑未皮啊？講很難聽嘅。係哦，咁個肯定支持你。係支持啦，講會做是怎樣做？希望博順嘅爸爸媽媽佢屋卡嘅人支持啊，佢創輩咪窮人嗬，屋卡支持你轉來啊。做得佢講，要則環境唔搞時候咧，唔是傳大錢啊。做工廠4000又溜到下來睇喎。冇啦，死得咧。做品牌死得咧。咩啊？去搞得咧。哎呀，咁個是人生係講見搞見好嗬。咁最快樂乜嘅事情？最快樂係遇到這些年輕人啊。哎呀，可以跟年輕人對話。哦，這我覺得很想跟當地的年輕人對話，就來找我們。你覺得無聊就來找我們。我這段特別用國語，就是說來找我們玩，這樣。哇，對。你啱講嘅都感動呢。對啊，因為我覺得年輕人不多，現在的年輕人都少，然後都透過網絡在或實際交流的。冇用咯，條拜年會踢街。苗條哦，迄個大水鼓啊，高架料啊，是大修鼓哦，係個面條哦，我們講這冇買咁高啊，冇溫度冇感情咧，冇互動啊，愛用有啲距離啊呢，哦，了解。愛用啊，然後最艱苦嘅是講上周歲冇解資源啊，係啊，呢下係是蹲點，然後認識大家，然後開始慢慢的願意都付出點資源在這，就有。艱苦嘅事情會過嚟啦，愛用工人做啊，加油！呀，去行下醫師做嘅，愛用。從別加油！啊，B組木匠加油！出嚟加油嗬！好，我想嗬，喺講青米嗬本用啥嗬，各有一項超能力，你想係乜嘅？超能力做乜事情就做得超能力。想會動到係冇？想唔到啊！富人嘅想唔到，想係乜嘅？係哦，鈔票能力、超能力，所以。好，人家意思就講嗬，喺講有也有資源嗬，你就願意分享出去，揾大家繼續嚟投入。係啊，有錢可以做，你可以過一生，你已經都很幸福嘅。三人你可以用你的力量去幫助下一代，而幫助這社會。該有錢人可以做。當簡單，佢哋冇去做，係咩唔掂？攏我愛用。你可能你下半生你過得當好，其實你是按到問題你都冇來，你是拿人錢空人，愛用知道唔好。如果係有錢啊，還是可能喺浪漫中，錢是會發得幾時會賺，冇發唔會賺。中山股的錢出會發得有意義所在，其實會多賺來哈。所以真正當做貨哈，所以你講到哈，本英超、本千超，韓國本文化做得繼續傳承下去哈。呢種素材沒有幾盤實力行，本大家來咧都會錯了來認識，係咪同大家嚟紹介下？夫婦小三公結盤嘅小禮行，小禮行。好，
你是个上到是讲，你之前调查按照在地的自然文化，系咩就讲了种个文化推广出去。你是了用铁路来开始，推广在地上系有线草，因为你了到线草了关系的目标。系，你了系同源以后按照向发，佢下向啦，伊向去嘅门市。向去下蕉。系，佢嘅线草系用插爆嘅方式来做线草。哦。系拎线草插系啊。啊，因为佢下冇教，所以下唔系做线草冻嘅嗰种嘅。哦，所以佢单纯用拎上泡茶。泡茶嘅。所以你还有开发个线草芥蓝果。线草芥蓝果，嗰是迄个线草梅很用吧？你个当好去嘅。线草梅是系遇到像个遇到线草香梅，你嗲是滴。香草香梅哦，安用你脑当贴片，还有做得有乜解呢？菜题。系菜题没有剃头通，咪系82岁的老师傅咧都该做。哇！今年特别好是剃头嘛，打7把剃头粉，大概全部会剃掉。错，还有营养，有香，好，我切杀滚，系咩？都爽快的感觉哈。还有，所以咧，遇到咧特别厉害是做得平常都菜题的东西。良心系了掉啦，你主要系一年的厉害。造型中你的图行菜题的路解。你本做时早主题，有信用，有必通，有铁路，有世界。是早主题，你可跟您下我像那个主题是到去规划。所以你去到开始做的凑佛茶，凑到复工茶、头下茶，是开始适合了，分做某强的路线，才开始用了咧。要去安排。哦，信用是去有八公的所在嘛？罗八公，去有拜课，去头摆罗八公啊，还头先讲到佛沙茶上的八公庙啊。哦，啊，韩国係講去了盖路吼，是有盖路的土壤嘛？嘿，路頂啊，還有頭擺個咩？豆腐啊，建築啊，佛沙條啊。等下東有嫌棄。韓國人家講到還有乜嘅？還有是的，咩是的係啊？哦，鐵路㗎。哦，鐵路㗎。係啊。係。誒，圖記到可能頭擺個鐵路倉庫，頭擺表面表配個啊，留下來個，啊頭擺個羅龍件，還有個頭擺個球嘅醬。係啊。我咪都有嫌棄，每一條路線我哋都有嫌棄啊，所以分享大家做得要閒來聊啊，嗬，還有親子講古嘅故事啦，來菜題食啦、美食啦，全部都好，拉了菜題創新，多支持，多加油本當這樣嘅文化技術傳下去。今日再次非常感謝博順，韓國感謝了聰輩來到節目當中，祝福你哋長長久久、快快樂樂，好嗎？希望，咪非常感謝所有朋友收看咯，邀請大家點解技術聽。線上嚟做完同咧，希望大家上嚟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